我操！上次我说改装的车子可以跑到180迈，得到了很多粉丝的评论。你们怎么可以跑那么快？我的迈速表才220迈，你开的是车还是玩笑？于是我给开发公司发了封邮件，这邮件的大致内容就是刷一个跑车给我，然后再多刷几个女朋友。Oh my god！ 按照这位粉丝的描述，跑车发动机加上大轮胎加下坡等于248。于是我赶紧把发动机装上，把机油加满，水箱加满。对了，这台发动机是烧汽油的，卸掉2个轮胎，把油放干净，再加上汽油。Later， 一切准备就绪。这声浪真是可以。跑车发动机大轮胎下坡，看表的提速。他不外的黑尾后，你的沙里把野豆，不得要丢，老子不要好牛，守候always，是那皮球给要好美，也是否黑沙 OK， 我要会好的，靠么好美女。